飲咗為極奏的飲氣，歌唱為我一首歌。寫下一定的完美，所以造成一句詞。請不要忘記，互相要開心，要追心合意的心動。最重要的是，凡都要關懷，壞笑也帶來的貢獻。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出來還要講實裏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，才能立做可心存。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出來還要講實裏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，才能立做可心存的概念。不害怕地是囂張，面對這不滿的心圍。如果是誰是深刻帶來最終的報應，請不要忘記，互相要開心，是最深刻意的心動。最重要的是，凡都要關懷，壞事也帶來的貢獻。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出來還要講實理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，才能立做可心存。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出來還要講實理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，才能立做可心存的概念。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屁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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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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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飲咗為極奏的飲氣，歌唱為我一首歌。寫下一篇最完美，所以造成一句詞。請不要忘記，互相要開心，要最深刻意的心動。最重要的是，凡都要關懷，壞事也帶來的貢獻。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出來還要講實理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，才能立做可心存的概念。不害怕的是囂張，面對這不滿的心圍。如果是誰是深刻帶來最終的報應，回答有個屁用啊，出嚟還要講實理，要講背經歷寫唔食，才能立做可心存。
回答有個屁用啊！錯裏還要講實理，要講背經地升值，再難立做可心轉嘅概念。